耶穌復活前同耶穌復活後，門徒嘅經驗差唔多係一樣。以前去打魚，而家去打魚，整夜冇撈獲，後來都係冇撈獲。但係向船嘅右邊撒網，就網到好多魚。呢一個咁嘅經驗唔係單一嘅經驗，而係佢哋跟隨耶穌主之前都曾經發現過。但係而家同以往嘅不同，就係而家主一路引領佢哋，使到佢哋明白，使到佢哋更加了解佢哋所跟隨嘅呢個主係真正咁從死而復活之後，幫助佢哋進入一個新嘅境界，使到佢哋明白要不斷咁學習愛嘅能力，而藉着呢份嘅能力，懂得去分施，與眾人分享，將自己擁有嘅能夠攞出嚟，彼此共享。願我哋都喺呢個復活佳節，勇於學習呢一份嘅愛。